從小就有興趣練習武術的吳宇，一路走來苦練，除了徒手剛勁有力，長短器械也難不了他。同時，憑借扎實的套路底子與協調性，在擂台上展現了積極的攻勢，代表台南在各項比賽大放異彩，更代表台灣進軍世錦賽，生涯中奪得2面全民運動會金牌以及全運會銀牌的最佳戰績。不過，在112年征戰全運會後急流勇退，選擇在自家主厝煮起炸豬排，從拿兵器換成廚房菜刀。其實2個東西完全不一樣，然後我們都是就是從頭開始學嘛，然後就一路就學過來，有錯我們就是繼續精進這樣。武術這一條路其實也走很長一段時間，然後想說試試看別條路，闖闖看。從武術國手轉為專業廚師，就希望趁年輕挑戰創業。不過，以武術養成的高體能專注力看來，他似乎是無縫對接到廚房高壓的環境中，加上社群短影音的網絡行銷，讓他用極厚片炸豬排三明治的招牌闖出一片天。每天限量60份，有人專程從北部下來嘗鮮。就是影片有介紹，有看到啊，因為它的豬排很厚，超厚，所以就很吸引我。會選炸豬排這個項目，其實一開始就是從社群媒體去看到日本有一個相撲的選手，然後他退役下來也是做厚切的炸豬排，然後我們一開始就看到這個項目，就覺得這個路好像蠻吸睛的，就想說自己試試看，然後就在家一路研發，然後一路改進這樣。吳宇從小學武到現在成為功夫廚師，同樣都是抓緊興趣，在家人的支持和學弟的幫忙之下，開創出屬於自己的道路。像我兒子體育運動的項目，雖然是當國手，現在已經退下來了，現在有個從事一下那個他自己的本身的事業。也是他自己興趣的，那就讓他自己去發展，道路是自己走出來的，要自己去開創。吳宇從主厝出發，一步一步打好基礎，日後也希望向外發展，評估開店計劃。記者郭文吉台南報道。